吧？我成功了，可以成功吗？它上面有地方漏气，到底有没有漏的？这两个女的怎么先走了？还有那个谁？放前面。他们两个怎么当两个女的走的呢？我没有拿到赔他们呢。我看见了，放前面了，没关系的。要有人陪他们噻，你不能那搞，跑这妈两个女孩子在外面，那个女孩子在外面出事了怎么办？天一到夜的，你说是怎么讲？天是天上的天，天上力量的力，关状况的状，心床加那个状态的状，专业的，业绩的业。刚才我问了，是项目来买的吗？除非项目跟客服达成协议，就客服来买的。要是怎么能让我自己我真的搞不清。他们项目买的。我还要说好大点，我东西都不了。没地方漏气了嘞，就那个孔那里漏气。现在没有了吗？自己看。哪里漏气了？就是那个孔漏气了。